请问煞到顶八卦就是华语讲的小鹿乱撞，啊，这个顶八卦是讲倒位？A. 假下空 ，B. 胸坎 ，C. 心你中有。46个时间，顶八卦，丁八卦，丁八卦，小鹿乱撞，对啊应该是心脏吧？但可能就比我心吧嘿，蹦星光不在哇，因为2000块的，我感觉就是直觉，哦，您感觉一下？心中啊，心中心中，嗯，心中砰砰跳，哦，菜啊呢？对啊，小鹿乱撞，心中砰砰跳，是确定？确定吗？确定？确定吗？赞，恁头发嘛是安尼哦。好，好来，你的答案是我确定是 C。好，咱来看一个，心中对对唔唔对对？我要生气啊！我要生气啊啦！卖冰的，卖冰的，魔红骗去啦！来，机会过来啊2000块过来咯。 2000块，是你嘛见较悬呢。丁八坎，丁坎 B， 哦，确定？ B， 咱来看一个，胸坎对唔对？你嘛相信客问一届啊？哎呀，你掉2000咯。哎，这个会后会当看朋友是不是朋友，对啊咱会当永远行落去啦，对啦嘿啦嘿嘿，爱甲信任一届啊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说，来，老师，好，咱的八就是八道啦对吼。啊，咱伫八道顶面的这个卦，嗯，顶八卦，所以其实就是胸坎啦。哦，啊，咱的心中伫胸坎内面，嘿，所以若去散着顶八卦，就是这内面平伏菜啊你。个菜哦，啊，心中伫内面啦。是啊，毋是干那讲内面迄个部分，是规个这个胸坎规的部分。胸看拢是，哦，可能会串安尼。对。嘿，哦好，，好了，谢谢老师。谢谢